或者心情来看到，为了要让旅客更加利便，中营航空公司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做服务机器人，提供24点钟拢无休困的服务。旅客对应的不管是查定位票，抑有飞行机的时间。另外，业者嘛提悬行动装置报道系统，加一个扫描护照的功能，唔免家己拍资料，旅客会当加利用自助报道，省排队的时间。那是敢若中营航空公司，抑有荷兰皇家航空、汉亚航空，嘛拢有同款的智慧服务。我还剩下多少里程？想要查航班，点开手机APP， 由服务的机器人专业来回答。中营航空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做服务，内底有500多项会当查的知识，全部拢由前线服务单位负责来打造。客人的问法真的是很多样啊，比如说彩绘机啊，他会说 Kitty 机，导致机器人听不懂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让机器人能够学会的部分。管超过3万句的对话，上接访问到的问题，除了航班的资料、里程数以外，机票相关的细节，访问到的机会嘛是真多。可以用非常口语化的方式，比如说，旧金山到台湾的班机，是否会准时到？那问我们的机器人之后，它就可以给他最及时的航班动态。升级版的 APP 唔拿服务系统智能化，佫会当自助来报到，直接扫我的护照。新增加的护照扫描的功能，旅客唔免佫用手来拍基本的资料，刷落来确认航班以后，就会当完成报到啊。将登机证存入去手机内底，再佫利用 QR code 来登机。其实唔拿中营航空、荷兰皇家航空嘛有采用 AI 的服务，旅客用面册软体就会当接收到航班的资料。汉亚航空嘛同款杀出会当甲你开讲的机器人，去年佫因为安尼，客户的使用率增加300%。全世界航空业者陆续杀出官网也是 APP 者来服务旅客。出国的人每一年增加，春节进前业者结合科技优化行动装置报道系统，就是要让旅客将排队的时间省落来，嘛会当提升机场空客效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